Just Today，大家好，我是登森登代，欢迎收看单打独斗的4分钟藏语教室。今天呢，我们要来学藏语的数字。数字呢，在藏语叫做昂章，昂章，昂本身有数字、号码的意思，章呢也是有数字、数量的意思，所以昂章就是号码、数字。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公文上面会看到说，可以联络某某某某某，然后呢会留电话，所以呢电话号码就叫做 kabar anjang。kabar 我们之前学过的是电话，anjang 呢就是号码数字。好，所以这一集我们学完0到10以后呢，下一集我们就可以来讲说怎么问对方的电话号码，以及如何报电话号码。0呢，在藏语是 legor， legor。1呢是 jig， jig。2呢是 ni， ni。3呢是 sum， sum。4呢是 xi， xi。5呢是 nga， nga。6呢是 juk， juk。7呢是 dun， dun。8呢是 ge， ge。9呢是 gu， gu。10呢是 ju， ju。我们再来念一次 legor， jig， ni， sum， xi， nga， juk， dun， ge， gu， ju。我们来学几个平常非常常用的字啊，一个呢叫做银记，明记，银记，明记。银呢是是，记呢是一啊，明是非不是的意思，记呢是一，所以银记明记啊，字面上是一非一，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一也好，不是一也罢，一定要这么做哦。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一定要这么做，非得这么做不可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在教人家写一份东西，那我们会跟他说，你一定要这样写哦，非这么写不可。就说인지明记된자 지구래，인지明记된자 지구래。那我们来看一个影片。오스트레일리아 서로, 아메리카나도 알아요, 요래. 저는 양아라서 되게 국어를 주변이나 인식 미지, 되매 미지를 뭐냐 셔타고네. 나도 파로 전에 수개별하게 요만. 네 로디 뭐냐 라 미다베 로사들이 등만선 로로. 这部影片呢是达赖喇嘛尊者生日的时候呢，来自加拿大的原住民织了一件披肩供养给达赖喇嘛尊者。那达赖喇嘛尊者呢，当天呢就把它披在肩上，然后呢，并且呼吁大家要重视世界各国原住民的情况。那又讲到了美国，讲到了加拿大、澳洲、台湾以及纽西兰的原住民的状况，以及他过去访问澳洲的时候呢，到原住民的部落去参访的状况等等。中间有一段他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帮助这些原住民。好，所以呢，银记明记在这边就是一定要这么做，非这么做不可的意思。另外呢，我们来学一样相同，藏文呢叫做吉巴。吉巴，那两样东西是一样的、相同的啊。deni吉巴嘞，吉巴就是一样、相同的意思。최열에 메네리 미니 직거래. 동해 민들보다 대원 대번에 직거래. 다 동해 사야지 섬 추네 마가 죽는 동해 연구도. 지기를 싸워요는 디기 연구도. 된제 인류다. 말한서 디기 너버 군세도 쳐야돼. 당한서 지기를 싸워쳐야다디 쉽게 가셔 버리셔. 影片里面反而说命银把吉把一样都是人，命呢是人，银把是事，吉把就是一样，命银把吉把嘞，就是一样是人，一样都是人的意思。那我们还可以来学一个叫做吉把吉降，吉把吉降，吉把是一样相同的意思，降呢是单单唯一唯独，好，所以鸡巴鸡强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所以银记明记
无论如何，非这么做一定得这么做不可。击败的一样的，击败击样一模一样。以上呢就是今天的4分钟藏语教室，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Just delay。